晒文先生。其實呢場係咪阿田泰安自己揀錯啊？唔係嘅，咁我都係交俾馬主選擇嘅。佢睇中即係家俊嘅原因係點嘅？又唔係佢睇中，即係馬主想換騎師，因為俾佢跑過2次咧，咁佢都係最多都係跑 pace，有少少失誤咁樣啦，bad luck 啦。咁馬主想換下騎師，咁我話梁家俊都 OK 啊咁樣，咁佢話冇問題，咁所以我哋俾咗梁家俊跑嘅。今場其實佢都即係可以話跑出一流。可以係咁講啦，即係都係家俊好大膽喺轉入直路嗰度逼出嚟啦嚇。同埋嗰班彭遠啲匹馬係咪到而家先進入咗佢即係真正成熟同埋真正嘅戰鬥力黃金期咧？可以咁講啦，咁主要佢初跑嘅時間咧，通常佢抽到啲檔位咧都係雙位數字嘅，咁同時當其時嘅狀態都未起得咁十足啦，咁嚟緊即係之前2場開始咁慢慢好轉啦嚇。再一次恭喜晒文先生，恭喜晒！好，多謝。